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Vita 養生資訊台，我係 Vita。喺開始今日嘅話題之前，我想請大家立刻馬上放低手上嘅電話，行去廚房攞起你日日用嚟煮粥、燉湯、整麵俾仔女食嘅嗰隻不鏽鋼煲，翻轉個底對住光仔細睇下，煲底有冇印住一行細細粒嘅字，或者煲底內壁有冇出現一圈圈藍色、紫色，好似雨後彩虹咁嘅紋路，又或者有冇一啲洗極都洗唔甩嘅黑色小坑。如果有，咁樣我必須非常嚴肅，甚至沉重咁話你知，呢隻煲可能正喺靜靜雞每日一點一滴咁向你全家人嘅食物入邊釋放重金屬。呢個絕對唔係危言聳聽。前排我有個做腦科醫生嘅朋友同我講，而家好多人無端端嘅記憶力衰退、手震、反應遲鈍，甚至有啲小朋友專注力不足，讀書點都唔入腦。check 來 check 去揾唔到原因，咁最後發現罪魁禍首可能就藏喺我哋最信任嘅廚房入邊。一種叫舊嘅重金屬正在通過劣質不鏽鋼煲入侵我哋嘅大腦神經。聽落係咪好震驚？不鏽鋼唔係最安全嘅咩？點解會有毒？今日我就要為大家揭開呢個隱藏喺廚房幾十年嘅不鏽鋼黑幕，教大家一眼識破奪命煲，保住全家人嘅健康。呢條片關乎人命，請一定要睇到最後，並且分享俾你嘅父母知。首先，我哋要搞清楚點解不鏽鋼會有毒。所謂不鏽鋼其實係一個大家族，係一種合金。佢嘅主要成分係鐵，為咗防鏽加咗錳，為咗耐腐蝕更光亮加咗鎳。呢三樣嘢，鐵、錳、鎳係優質不鏽鋼嘅鐵三角。但係啦，重點嚟啦，金屬鎳非常昂貴。有啲無良商家為咗慳皮賺到盡，佢哋動起咗歪腦筋，佢哋減少甚至完全不加昂貴嘅鎳，取而代之加入大量廉價嘅鐙。呢個就係問題嘅根源。鋼雖然係人體必須嘅微量元素，但需求量極低。如果我哋長期使用呢種高耗鋼，特別係用嚟煮酸嘢，例如酸菜魚、番茄湯，入邊嘅湯元素就會極不穩定，大量釋出溶喺湯入邊。呢種重金屬對人體嘅傷害係不可逆轉㗎，佢主要攻擊我哋嘅神經系統，長期攝入過量會導致鈾中毒。初期症狀係容易疲勞、頭暈、記性差，你好似覺得自己老咗咁。嚴重嘅會出現類似柏金遜症嘅症狀，手腳震抖、行路不穩、面部僵硬。對於正喺發育嘅小朋友，會影響智力，令到佢反應慢過人；對於老人家會加速腦退化。呢個就係點解我叫佢做廚房裏嘅隱形殺手。咁點樣知道自己隻煲係咪毒煲？好簡單，睇代碼。市面上嘅不鏽鋼主要分3種：底層毒部201或者202系列。如果你個煲底寫住高級不鏽鋼、優質不鏽鋼，但冇任何嘅數字編號，或者寫住 DUSGB 9684，請注意呢個99%係高地鋼。呢種鋼通常用嚟做窗框、護欄，根本唔應該用嚟做煲。佢嘅鈀含量極高，耐腐蝕性極差，用幾個月就會生鏽變黑。見到呢類煲唔好猶豫，即刻掉咗去。中層安全304系列，呢個係我哋最推薦嘅食品級不鏽鋼煲底，通常會印有 SUS304 18:8或者 GB 406.9。佢嘅鎳含量夠高，耐腐蝕，性質穩定，係家庭廚房嘅標準配置。頂層奢華316系列，呢個係醫用級不鏽鋼，通常用嚟做手術刀、保溫杯。佢多加咗一種叫爪嘅元素，更耐酸鹼，當然價錢更加貴。如果你預算充足，買316當然最好，但係普通家庭304已經足夠安全。危險信號1：神秘嘅彩虹紋。好多觀眾朋友問我，其實我隻煲底洗完之後有一圈圈藍藍紫紫嘅彩虹紋，係咪重金屬洩漏？其實彩虹紋本身唔喺度，佢只係水入邊嘅礦物質或者不鏽鋼表面嘅氧化膜喺高溫下產生嘅光學折射。呢度有個大大嘅但係，雖然彩虹紋冇毒，但佢嘅出現暗示咗2個問題。第一，如果你淨係煲新買返嚟，煲2次水就滿底彩虹，而且洗極都洗唔甩。呢個證明佢嘅材質純度唔夠，雜質多，抗氧化能力差。呢個往往係劣質煲嘅特指。第二，呢層紋代表保護膜正係受損。如果唔及時處理，保護膜一旦破裂，入邊嘅金屬離子就會好似紅隧缺堤咁釋放出嚟。
除咗買錯煲，仲有3個壞習慣，會親手將一隻幾千蚊嘅好煲變成毒煲。致命習慣1：冷水放鹽。好多人煮麵，水未滾就掉鹽落去，錯。食鹽沉底未溶解嘅時候，高濃度嘅氯離子會聚喺煲底。氯離子係不鏽鋼嘅天敵，佢會極速腐蝕轉保護膜，造成點蝕，即係你會見到煲底有一粒粒黑色小坑。正確嘅做法，水滾咗先放鹽，然後攪拌一下，令佢即刻用。致命習慣2：長時間存酸。飲剩嘅酸菜魚、番茄湯、中藥連煲放入雪櫃過夜，大錯特錯。不鏽鋼最平酸，酸性物質係一把鎖匙，會打開金屬嘅大門，令鈉、令等重金屬釋出。正確做法，煮完食唔完一定要轉落玻璃盒或者陶瓷碗保存。不鏽鋼煲只係負責煮，唔負責傳。致命習慣3：鋼絲球猛擦。為咗洗彩虹紋，用鋼絲球死命擦。你喺度剝緊佢層皮啊！一旦刮花咗，金屬就裸露出嚟，更容易生鏽同釋放金屬。正確嘅做法，用百潔布或者海綿配合白醋清洗。講咗咁多，具體點樣揀？點樣測？終極選購指南，認準呢行字。去買煲唔好聽 sales 吹噓德國工藝黑科技，直接翻底，一定要揾到 SU304 或者 SU316 嘅鋼印。如果寫住食品接觸用但係冇標號，小心；如果寫住不鏽鐵，小心。現場實測，磁鐵測試準唔準？喺坊間流傳帶嚿磁石去買煲，吸得住係假，吸唔住係真。但我話你知，呢個方法唔準，因為304不鏽鋼喺經過冷加工，例如沖壓成個煲型之後，係會帶有弱磁性㗎，磁石可能會有輕微吸力，反而係有啲劣質嘅200係高體鋼，完全冇磁性。所以靠磁石分分鐘會殺錯良民，放過真兇。最穩陣都係睇鋼印或者買大牌子。彩虹紋消除大法。如果你屋企係正規304煲，但有彩虹紋，睇見眼冤，教你一招，倒少少白醋落去，用百潔布輕輕抹一抹，你會發現神奇嘅事發生，彩虹紋瞬間消失，變翻新嘅一樣。呢個亦都驗證咗彩虹紋係鹼性物質，酸鹼中和就冇咗。呢招嘅安全又殺菌。總結一句，煲具係廚房嘅心臟，係輸送營養嘅血管。我哋寧願少買一件衫，都要買一隻安全嘅好煲。一隻304煲雖然貴少少，但分攤到1日3餐，每日成本只係幾毫子。用幾毫子換嚟全家人遠離重金屬威脅，換嚟大腦健康，呢條數精明嘅你一定識算。從今日起，咪再忽視嗰個小小嘅標籤。羅羅林去檢查一下你屋企嘅不鏽鋼煲，該換嘅換，該掉嘅掉。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救咗你一命，請一定點個讚，呢樣對我嚟講非常重要。亦都請你將佢轉發到你嘅家庭群組，提醒你嘅父母、兄弟姊妹唔好再用毒煲啦。你屋企隻煲係304嗎？有冇彩虹紋啊？歡迎喺評論區影相交功課。我係 Vita， 記得訂閱 Vita 養生資訊台，帶你做個精明嘅健康消費者。我哋下期見。